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30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气象署发布中度风台3度2的海上陆上风台警报，警戒范围除了台东、屏东、恒春半岛，新增加高雄。去年底新北市高中生风管暗棍死亡的事件，早起宣判，涉过少年共判9档的有期徒刑，西人的少女判8档。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涉嫌诈领助理费和检调所查约谈，黄孝庭出国失去联络，昨下晡回国马洪升压禁见。咱先来看气象署针对中度风台3度2上新的预报，目前风台的中心是伫位伫鹅銮鼻南东风的海面上，往西北西转西北移动，暴风块已经接触到恒春半岛的陆地，对恒春半岛、台东、屏东、高雄造成威胁。来看气象署上新的说明。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图儿的暴风圈已经在中午前后接触到我们的南端陆地，目前正逐渐的在影响我们。从现在一直到星期四的上半天，是它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纵观所有资料，我们也预估台风中心有可能在星期三的时候，在南端陆地登陆之后，再往东北的方向移动，所以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做好防台的准备。目前我们发布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区域，在海上部分增加了台湾海峡北部，也就是海上警报区域是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和台湾海峡北部。陆上警报区域依旧维持台东、恒春、屏东和高雄。台风在未来在行经这样的路径过程中，我们预估它强度还会再增强一些，有可能会增强为最强的中度台风，甚至如果环境适合，有可能不排除变成强烈台风来影响我们。明天下半天，台风逐渐的开始有向北转的机会出现了，但是它移动速度并不快，会一直到后天。我们可以看它的方向，从南端陆地登陆之后，向东北的方向移动。台东兰屿已经有12节强阵风，成功也有10节强阵风，一直到明天，依旧是在绿岛、兰屿以及恒春半岛会有11级到12级的强阵风。那我们持续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提醒大家，在这些地方都还是有强阵风。另外，我们也预估在苗栗以北的沿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甚至澎湖、金门、马祖也会有8到9级的强阵风，所以提醒大家啊，强阵风的状况随着台风靠近沿海的强阵风越来越明显。明天到后天，台风持续的靠近，明后2天，我们随着台风路径的调整，我们预估就以明天来说，东半部的雨，北部的像这些地方的雨还会下，但是南部地区在明天比较晚的时间也开始下雨。南部地区，那当然其他地区会有一些飘过去的云造成降雨，雨并不太多。另外，再来到后天的时候，东半部地区持续下雨，南部地区的雨会随着台风中心很靠近，雨会变大，北部地区的雨也会变大。这个雨就要看台风在周4下半天以后，它离开的速度如何，然后在降雨区域才会越来越少，在南部、东南部的雨才会逐渐的减缓下来。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在明后2天台风影响的时候，花东地区以及恒春半岛，还有中南部山区以及东北部山区会出现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气象署继续发布中度风台3度2的海上跟陆上风台警报哦。台东、恒春半岛、有屏东，即马有高雄，拢爱特别警戒。如果拜2到拜4，风台影响上大，风台会接近强烈风台。目前红头树嘛已经风大雨大咯。依然几片的葱仔产业都经过7月份开始风台的侵袭，损失真惨重。即马中度风台3度2，搁来到真凶，农民的心情是真无奈，只会当看天来食饭。因为这个部分如果要采收的话，损失很大，因为数量跟重量也都不足。
气象署海陆警激发第一个受影响的人士，伫透早时阵，海面上已经观测到7.7米悬的海涌，明显会当感受到山多鱼是一步一步愈来愈近，绿岛毛车路已经变成小河。台东往返人士绿岛客轮船帮，一直到10月初2进前是全面停航。小三通嘛，因为海上歹，金门到泉州的航线是停航一天。那也因应这2天呢，可能离岛地区有很多观光客，可能今天呢刚好有这个半天的时间可以提早离开这些相关的易治灾地区。山多鱼在今仔日明仔2天往台湾的过程是增强搁变大颗，因为风台的路径是往西修正，拜二会渐渐北转，影响上明显的时间，按算是对拜二开始悠长到拜4的顶半天。预估在星期2下半天才开始有逐渐向北转的角度，甚至到星期3上半天会往我们南部陆地登陆，然后再经过台湾地区，逐渐向东北的方向移开。这是我们纵整所有的资料，目前做出最可能的官方预报。因此提醒大家，星期2到星期4上半天是要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风台中心定调的几率是大幅提悬，暴风圈会渐渐看全台，这些县市拢有可能会纳入陆上风台警报的范围。拜3暗算是全台风雨上大的时阵，另外感谢放风台假，嘛是要看各县市政府发布的为准。依据相关的规定标准以及过去的惯例，并且会跟基北北桃4县市持续沟通。宜兰嘛已经会当感受到明显的风雨，北宜公路有大石头落落来，差一点去撼着车。一透早还有树仔风吹甲倒去倒伫路面，互交通断要50分。好甲再早起9点半左右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目前伫东部苏花公路已经有真侪路段出现崩山，惠德崩坑今仔早起有8台车14人掉伫路面，伫道路畅通了后，人已经平安。公路局嘛先暂时搁全面要封路，崩坑边仔的代替铁基路顶头冒石头所以火车嘛暂停营运。山坎土石个崩落来，就伫惠德崩坑外口、南北口石头连未线，有8车14人受困伫崩坑内底，好佳在无人受伤。毋过沿苏花路人来驶，一直有土石流冲落来，大大小小车一台一台伫外口苦苦咧等。无论是上班工作，还是要转去，真侪人透早就起来想要伫苏花路人封路进前抢一步离开。毋过早早到现场也是卡掉咧。6点来的，拼拼运气吧，看可不可以过。我们是来花莲旅游了，就等一下如果不能过的话，就是往回走了。苏花路人路未通，南北向往返拢断去，为30点到12点开始全部封路。按算伫山头离开进程拢未开放通行。同款管制路段要连接花莲玉里镇甲岛湖公路的轮天大桥变道，因河水一个路面，目前也禁止通过。这一波的封路就是有可能就会一直持续到2号。对路公路无法度行，外苏花铁路即卖也受阻，从桥到河前东西正线拢土石落落去，上济有20公尺。继续等，然后如果等到它是停驶的状态之下，我们再退票。我是家里住着，我去学校，看要换票还是就改天再回去。伫花莲火车头时刻表显示准点，毋过愈接近坐车时间，加早无定，大厅坐满旅客，继续咧等，有人早早就放弃排队去柜台退票。看现场的土石流状况，如果有改善的话，我们会立即行驶。到底什么时阵发车，也个唔知影，就连官方也讲未准。毋过若拄着风台，东台湾交通拢重创，即摆山土还未正式来台湾，铁公路道成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宣布，恒春半岛内的乡镇下晡停班停课，东流线的航班下晡1点以后嘛全面停驶。另一届的凯美风台高雄的灾情是真严重，高雄市长陈其迈早起嘛展开视察，要求各单位都要做好防灾的准备。民众来到东流线码头等船班，山土尔风台要来啊！屏东东流线公营交通船30下晡1点开始停航，部分民营业者的最后一班船嘛有变动，业者赶紧将物资送上船，民众嘛赶紧坐船要回去。我原本就预计今天早上回来，只是我们又提前赶早一班的船搭回来。船只需要做那个靠泊的准备，所以我们会将末班船就是停驶。那今天航班其他的航运都是正常的。
受风台外围强风影响，恒春半岛六乡镇30下晡停班停课，趁还未有雨，挂稻仔机伫田内挂稻仔，万等农民赶紧抢收稻作。九路的做仔农嘛，将果子园砍山网，就惊强风将果子拍落来。已经授粉啊，已经有结果啊。你台风来你不拉起来哈，伊安尼会开机，啊无就断花。毋拿屏东顶一摆凯美风台伫高雄降下地灾性雨量，虽然目前估计山区雨量大约800毫米，但高市府毋敢大意。市长陈其迈透早前拢本河里伫红池，较紧紧避状况。有可能造成积淹水的区域。那我们也昨天开始来进行整个包括水闸门抽水马达或者是加紧的这个侧沟河川的这个疏浚的一个工作。离开伫红池，陈其迈过去附近高淹水的大楼，较紧车道地下室的风台状况，水利局嘛清查抽水站，较紧设备运作正常，并提前派怪手去做工船清土沙，确保水道有通，防止淹水搁再发生。记者陈焕武、柯正准屏东高雄报道。风台瓦近台湾的东部，台东县长27是去意大利宣传观光，县内嘛有8个乡镇市长28嘛陪原民会去北流参加建国30周年。全县有一半的首长拢出国，风台来了，有袂少出国的首长嘛赶紧来取消行程，要赶返来台湾。北流共和国今年独立建国30周年，总统指派原住民立委陈志勇做特使参加北流的国庆。日本台东县8个乡镇市长嘛受到邀请去北流来考察，不过风台的脚步愈来愈近，参加的乡镇市长拢一直看手机团的资讯，尤其是咱市的乡长嘛真着急。目前8个乡镇市长拢取消行程，下晡要赶返来台湾指挥。我已经很早就跟律师有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联系，希望说随时注意台币的动态。那现在我们兰屿是枫桥北走中午之后1点，我们可能就要马上去机场。另外，台东县政府27嘛组团去意大利参加万世全球年会，是县长姚庆玲带队来宣传台东县的万世观光。即马全县16个乡镇市都一半的首长拢无伫咧。台东县政府讲，县长已经对意大利返来台湾，暗算明仔载会当到。目前一切拢照正常程序，是副县长代理指挥风灾应变中心来因应一切有可能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一个高中生伫学校互挂暗棍死亡这案，今仔宣判，新北地方法院是以杀人罪判死过少年9档的有期徒刑，杀人杀人的少女处8档的有期徒刑，会当搁上诉。被害人的爸爸是表示讲，伊无法度接受这个判决的结果。发生在去年底震惊社会新北高中生挂暗棍案，涉案人伫今年3月，互新北地方法院的少年法庭移送检方来侦办。5月，甲做派的死过少年含涉嫌杀人的杀人的少女，照杀人罪来起诉。新北地院30宣判，死过嫌犯互判9年的徒刑，杀人的少女是互判8年，专案阁会当上诉。我们的人命比那种贪污还要不值钱吗？我不知道我们的法官是在做什么的。让我觉得说我们的司法全部都是瘫痪掉了，我受不了。爸爸今天真的非常的沉痛，不是不能原谅这些做错事的人，是因为他们已经剥夺人的生命，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原谅。面代29去病院来探望，因为被害人的爸爸必须照顾厝内人，无法度到法庭来听判决。对1审的结果表示讲实在是伤轻啊，无法度接受。真侪家长团体是到立法院来陈情，呼吁司法院针对挂暗棍案，应该公开检讨报告，嘛要保障被害人家属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嘛互3党的立委、司法院的代表等人来接陈情书。我们也是家长，不希望发生这件事情，但被害人他应该要有阅卷的权利，甚至有充分表达意见的权利。调保官他在做调查的时候，他没办法去调阅一些孩子的辅导记录，他不知道他这个小孩前面有没有什么霸凌记录等等。家长团体呼吁讲，政府应该要确实检讨飞行少年的处理机制成效歹的问题，修补漏洞，避免今仔日的飞行少年变作明仔日大人的罪犯。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黄孝庭诈领助理费一案，26早起服务处一定所在，互检到所查，黄孝庭嘛传出讲人已经飞去中国失去联络。黄孝庭昨下晡已经回国，嘛随后检调带回去讯问，检察官透明证实向法院声押禁见。26号，李大前往中国，29号下晡2点，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为香港坐飞轮机回来，检调人员就伫机场查考相关证据了后，甲人带走，半暝甲伊移送高雄地检署。会觉得被冤枉的？好的吗？会觉得被冤枉？小心。头底无爱黄孝庭面对的提问，拢无要讲话，委任律师嘛无要讲任何的细节。现在继续开庭，不好意思。所以现在马上就要开始那个是。经过4点钟的讯问，黄孝庭因为牵涉到贪污罪，有逃亡串证的疑虑，互检方申请着羁押禁见。认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嫌，有逃亡之余及串证灭证等情事，已经于今日0时4时预知申请羁押禁见。回国专案检调26号前往黄孝庭服务处去敲，伊说伫咧前1点钟就出国，一度互检方认定失联无排除通缉。最后伫咧红敲了后3天自行返台告案说明，专案约谈的人有17人，包括着伊的爸母助理，还有服务处副主任。检方声押着副主任洪博回已经提控告，但是黄孝庭改洪收押，希望爱开庭来审理，务必爱30才会当知影。记者王柳婷、林昭宽高雄报道。未来半档哦，定价敢会起咧？下晡的定价审议委员会会有决定。有风声讲，经济部提出起价版本，民生用电无要起，用电的大户会起哦，应该起未超过15%。针对外界风声的方案，台电只强调讲下晡就有结果。有专家是表示讲，政府要提供1000亿补贴给台电，也毋过还未通过。以目前的工业用电一度是3.81块，那起到4.3块，台电地当加收将近900亿。调整了后的工业用电哦，嘛是比日本佮南韩还低。嘛传出讲哦，新电价会伫热人的电价结束10月16才开始实施。再来看台电高雄的大拿电厂开将近80亿要进行更新改建，也毋过有民众党的立委早期是指控讲，这个电厂使用防爆设备零件无合格，立委嘛要求讲，要爱调查当初验收的过程敢有问题。台电嘛表示讲哦，因还未收到验收的报告，若有无合格设备会要求厂商换掉。高雄大拿电厂今年4月和高雄地检署查出，有发电厂人员涉嫌采购弊案。30早起，民众党立委开记者会，指控大拿电厂使用的防备设备零件无合格，惊讲若是无法度防止爆炸，电都会更加熬多。说用什么就有5件，我刚刚提到了，梭状石墨含了几个金属，就是镁、铝、锆、钛，它是助燃的，它是不能用。民众党立委指出，台电的大拿电厂开要加80亿的经费进行改建，不过伫咧防爆电器局的配件一寡相关设备，8月初6职员署去大拿电厂抽查时阵所发现，10项防爆配件内面有6件无合格，甚至还佫查出禁止使用的塑质的石墨，内面含有可造连重金属，也佫掺一寡无防爆效果的片质的石墨。立委除了指控验收无实在，针对着无合格的设备，也该进行完整的检查。另外，经济部跟劳动部也要启动全面清查。如果确实有不合格，那我们就会全面的要求厂商要把不合格的全部都要更换。针对合约需要去究责，他有什么责任或者是什么样的，我们就要依合约去做处分。台电讲，到即嘛是也无收到职员署的调查报告，但是依照合约，若是有无合格防爆设备，会厂商赶紧换掉，才能确保公安甲职员的安全性，避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南机场的主体，伫9日大电动互列做围绕，伫今年4月初3的大电动嘛互打黄红单。也毋过，南机场的单元3，今仔台北市政府甲业者签约要导经路。针对导经路，内政部嘛要修法，要来放任量级管制进前已经申请建造的基地嘛通适用。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今仔审查，大多数委员嘛拢支持。
请市长为我们签署见证人。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合约书签名，南机场整体都经动员3招成成功，业者30甲台北市自导中心签约，91亿地动了后，南机场整体都被列为危楼，期间经过补强，慢慢解除红单。不过今年04、03发展大地动了后，佫造成建物受损，伫红单、黄单转来转去，已经超过50年的南机场动员3总算有渡经的希望。建筑物非常的老旧，也非常的危险，不论是年老的或者是年轻的夫妇，他们都希望赶快都更。都更用这种例一直拢是民众关注的焦点，为赶紧91亿地动进行建物更新，内政部提出都更条例第65条修正草案，放定实施用这管制进行已经挂号申请建筑执照的建筑基地应适用用这认定，希望提悬都更的诱因。立法院内政委员会30个审查，已经准许建造，或者是说已经在核发建造的过程里面，有一些部分没有纳入。那我们希望说，在整个推动都更的过程里面呢，给予更多人更多公平的机会。那修法通过，未来就应选择较好的用管用值来算，按算全国有8216栋有希望受惠，大部分是无电梯的旧式公寓，大部分集中在湘北地区。另外，规路中间也是民众选定，不过未少的改建项小变数基地就引起比都更的砍站较低，不过也出现温修。围绕条例并没有限制这个改建的这个基地面积，对不对？造成其实台湾可能会有很多是像饼干楼啊、竹竿楼这种状况，那都市景观也会越来越丑啊。小面积的建筑，我们当然会检讨。另外，围路条例20年60条款只剩2年外，内政部表示，在启动政策检讨加研究后续的方向，希望对继续推动都更加危险建筑物重建工作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早起开记者会，批评讲总统赖清德伫选前提出的健保点数1点价值1块的政见跳票，嘛指控卫生福利部明年的公务预算无变700亿的健保财务欠额，是根本是藐视国会的决议。明年度健保总额预算超过9000亿，各创新高。不过，顶礼拜健保会总额协商破局，甚至意外提限247亿改善健保点达成果嘅问题，也遭到反对。国民党立院党团30早起开记者会批评，总统赖清德50控将近4个月，选前开出健保点达1点1块的政见，选后3跳票无见效。选前说一套，选后就变调，翻脸比翻书还快。我们要请问赖政府，这不是芭乐票，什么才是芭乐票啊？国民党立委阁批评，为了让健保点达变好，改善血管医护工作环境，避免医护出走条。今年7月，立法院会才通过主决议，要求卫福部应该进行健保改革，搁在明年6月底进行达到平均健保点达1点095块。至少需要挹注700亿预算，不过卫福部明年公务预算敢若有336亿。民进党政府根本是藐视国会做出的决议。在立法院所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你们都签名了，你有在监督民进党政府现在的赖政府达到健保点值0.95吗？通通都没有，这个就是在欺骗医界。国民党立院党团阁强调，行政应该将健保财务所欠的700亿用公务预算来补助，避免健保点达升过期，致使医护人员出走，让病人无人照顾。不过到这个进程，卫福部拢无有相关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印度过尼泊尔最近落大雨、做大水、搁水崩山，已经有170个人死亡，有至少35个人是赛车伫加德满都南部的高速公路雨水崩山活台，印度嘛有厝互大水雨毁掉。自一个厝顶跳到另外一个厝顶，为了要活命，民众就要把家己厝内厝顶挖一坑，向悬的所在爬起嚟。尼泊尔即马正拄好是黄霜啊雨季节，大水国家土石流变做致命的灾害。专家讲，气候变迁和天然灾害接发生，强度也变做更加严重。包括首都加德满都在内几条主要的高速公路拢塌掉的，也和全国其他地区的交通拢破干，有且经过时阵和土石流规拢台掉的。虽然无这座
骹球训练中心有9位骹球员死亡，有人互溪水冲走去。卡多基伫咧现场乌白找罹难者的尸体，另外也救出超过3000人。यी सबै तीनवटै सुरक्षा संयन्त्र मिलेर एउटा समन्वयात्मक ढङ्गले हामीले काम गरिरहेका छौँ। हिजो मात्रै हामीले 14वटा डेड बडीहरू एक्सकेभेट गर्यौँ निकाल्यौँ। आज अहिले 13वटा बडीहरू निस्किसकेको अवस्था छ।水文甲气象部讲，这波黄霜仔雨威力正大，离北早起测到过去24点钟内有14个地区监测站的雨量创纪录。这个曼都机场也显示，迄当阵的雨量240毫米，是2002年以来新高。然后经过加德满都的巴格马蒂河，也有真侪条支流，溪水是刷流甲规拢满出爆花，附近的明体甲车拢予水淹。有无讲雨会一直落到初一，不过离岛已经有小可较缓和。加德满都国内航班伫咧停36点钟久了，伫早起已经恢复运作。इस पंचायत में सैकड़ों घरों में पानी घुस चुका है, लोगों को खाने पर भी दिक्कत हो चुका है। मवेशी को कई जगहों पर है कि रोड पे बांध के रखे हुए हैं। 根据气象预测，所落来几天可能会有正大的雷光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看黎巴嫩的总理米卡提昨表示讲，以色列继续空袭，有上百万的民众逃难。伫贝鲁特有教堂提供庇护，毛民众就困伫停车场。上新的消息是指出讲，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进行攻击，毁掉至少一栋的建筑物。南部的港市史登一个停车场会当休凉的所在，真侪民众都伫遐咧休困。以色列连续空袭，被因早简单行李搬离开家己的厝。حقيقة مع الدولة مثل إسرائيل ما في شيء محمي。一个居民讲，因为空袭，互伊真惊，无法度只好带一家伙6个人都离开，嘛唔敢返去厝。伫家都一直点到半暝2点，暗时的照明靠蜡烛，和别人讨水含食米，当去拍拼协助所有需要帮助的老百姓，使用所病的压力愈来愈大。مليون شخص لبناني يتحركوا من مكان لمكان خلال أيام، هي أكبر عملية يمكن。真侪叙利亚的难民为着要闪家乡的战火来到黎巴嫩，但即马佫拄着空袭，等于是佫一摆来承受战乱，性命行袂出困顿的状况，嘛唔知影当时才会当得到平静的生活。وبيت أخوي وما عرفانين حالنا وين بدنا نروح. هي المشكلة إنه ما عرفانين شو مصيرنا。日到以色列和真主党是持续互相攻击，黎巴嫩有重大死伤，真主党是持续向以色列来发射更较侪的火箭弹。贝鲁特的圣约瑟夫教堂是开放予国外来到黎巴嫩逃难的百姓。工作人员讲，真侪人来到教堂的时阵，穿较真少，看起来紧张佮烦恼。对这种协助会当持续偌久嘛，拢无想法。公司新闻黄玲编译。二第二场国会选举，当地公共媒体预测讲，极右派的自由党摕到29.1%的选票上济哦，执政的人民党是摕到26.2%的票排第二，这嘛是自由党第二战以来头一届来争做国会第一大党。支持民众正欢喜，伫咧庆祝胜选。奥地利自由党的领导人基克尔今日会场时阵情绪也正激动，因为伫29月国会选举，自由党摕到29.1%的选票，比2019年的选举增加13个百分点，是二次世界大战了第一遍争做国会第一大党。berühmten 26,9% des Jörg Haider. Ich glaube, er verzeiht uns. Wir haben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e geschrieben, weil es das erste Mal der Fall ist, dass die Freiheitliche Partei bei einer Nationalratswahl die Nummer 1 ist. Und ihr müsst euch nur vergegenwärtigen, woher wir gekommen sind. 自由党的背景是欧洲激进政党起来，由前纳粹分子所创立的极右政党。只是领导人基克尔伊的立场正极端，伊反对移民，质疑新冠防疫措施。对欧盟持怀疑的态度，并将甲边的国家匈牙利的总理奥班紧密结盟。那由奥地利总理内哈默所领导的人民党，伫这边大选摕到26.3%的票数排第二，甲伊联合执政的绿党是摕到8.6%的选票。内哈默对极右派政党的票超过因，感觉真危险，也强调袂甲自由党做联合政府。Aber ich habe immer gesagt, mit Herbert Kickl, der an Verschwörungstheorien glaubt, die WHO als nächste Weltregierung bezichtigt und das Treffen in Davos als Vorbereitungstreffen für die Weltherrschaft, kann man so vernünftig und verantwortungsvoll keinen Staat machen. Und dazu stehe ich weiterhin.
示威的民众伫奥地利国会大楼外口手举着标语，大声喊着“踏碎高出议会”。因为只个伊的立场真极端，无任何政党愿意甲援助联合政府，所以无论是要建立内阁，或者是真济总理来组阁，拢拄着正大的挑战。专家认为，人民党是未接受真济少数派，因将可能甲社会民主党、一个新奥地利甲自由论坛做联合政府，最有可能会和奥地利的政坛第一遍出现三党联合政府。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过来消息哦，咱过来看洪台来咯。婚林的养殖业者烦恼讲，蚵仔病会风吹歹，赶紧来抢收蚵仔。毛饲蛤蟆养殖户真烦恼讲，雨水会去影响到排水，那饮水哦，温奶的蛤蟆会流去，就乌有去咯。大细蚵仔农有一罐蚵仔要赶伫洪台到位进前采收，就惊中风会算断蚵仔病，害蚵仔生了歹，影响收入。即摆会当收偌济，就算偌济。收偌济算偌济啊！嘿，进前啊讲风台来，安尼有啥影响？进前风台就蚵仔会变啊，会扫伊啊。较袂顺适啊。无用咧采收的，阁有混淆养殖业者，顶一摆凯比风台扫来，有真侪混淆池，互海水淹过，规拢乌有去。海水淹入来吼，规个拢烧干啦。海拢无啊，海拢规骨拢爱热晒啦。所以即马就大家会惊这情形赶紧。对。来到大溪的五条港，虽然目前是蚵仔仔放养期，不过现处是风台逼近，鱼边也是赶紧甲钓牌仔固定好势，避免造成损失。危险的所在，咱拢咧紧准备啊，应该用得好啊，无爱讲了一台拢爱开足侪钱的。水容量能够增加，所以我们现在把现在的水位降到最低的哈，让这个容水空间变大哈，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云林管府表示，顶届凯比风台造成沿海真侪乡镇做大水，即摆包括扣水池、抽水站，甲382台大中小型的移动式抽水机拢已经传好啊，要启动防水灾的机制，才袂阁淹水。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后礼拜双十节咯，总统府头前的主席台个管理台开始打咯，无想到讲去拄着风台，筹备委员会是表示讲会来加强哦，避免发生意外。后礼拜就是国庆典礼，总统府头前的主席台、管理台嘛已经开始咧打啊。不过中度风台山刀鱼即马是一步一步挖进台湾，拜二拜三可能是影响上严重的时阵。考虑到安全问题，国庆筹备委员会表示，已经伫风台来进前有加强降价注定的关度，也加重舞台架仔的配重，确定架仔别有安、别有灾。其实我们的整体的结构是能够承受7级阵风啦，但是为了因应后续的台风作业，除了目前我们的做法大概几个，第一个降低主舞台的屋顶结构的高度，那再来就是加强配重，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现场的支架都有一些配重措施。那另外在广场上面的结构，我们也有加强它的牢固性。会当看到工地篷布已经收起来啊！风台天路边的空板、工地吊车、烟架，拢是真危险的物件。工地施工架有基本有防强风的能力，为着避免篷布被牵制强风，连带影响烟架落落。劳动部也呼吁营建单位，就要确实要求工地负责人做好固定措施，避免意外发生。因为风伤大、伤透，有当烟架家己会倒落来，造成劳工的伤害。烟架这部分，你爱去顺一下烟架篷布，爱起来架起来因为风会伤透，篷布架起来，伊个风会伊个承受的风来较低。另外个烟架爱去顺看有固定条无固定条爱适时来固定。烟架顶头上个是卖放物件，本来就袂使放物件，所以爱顺看有物件，因为台风来有当会扫落来。提醒乡亲，风台对台湾的影响会愈来愈明显。未来几天风雨可能会愈来愈大，出外买物件也是上下班、上下课，行伫街仔路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张家毅、林玉凯台北报道。来看台中大理的树王公园，以早是公墓，后来伫整建的时挖出一条古早灌溉用的水沟啊，也毋过有20公尺放弃，烦恼安全的问题，市政府跟农水署协调要来抢修，目前是橙色警告的标示，嘛呼吁民众就唔通接近。
清清的水流不断流过，但是边仔的土花已经放弃，长度大约20公尺。台中市大理区树王公园周边有一条灌溉沟啊出现局部放弃的状况，散步的民众会感觉无要紧，也有会烦恼安全的问题。这里面已经是旱溪排水防洪道了，就已经不可能再有灌溉的功能了。小孩子都在这里玩啊，这个假日啊，喜不爱嘛都有小孩子在这个园区玩啊，所以也会担心到安全。会啊。当地早年是台里第2公墓，伫咧中岛公路东西两边，伫咧完成迁葬了后，就开票为公园。因为就伫咧旱溪步道甲水利园区边啊，因此无分平假日，拢有民众来到公园佚佗。里长讲早期因为是公墓，灌溉沟啊去草坡啊砍掉的，一直到变成公园了后才建光。最近因为不明的原因放弃，真需要精修。就是没有水沟壁，那个土会一直流失啊。因为那公园是新盖的以前是公墓啊，公墓没有人会走去那边啊。是还好，因为那个毕竟是在公园比较边界啊，所以我们现场也会先去做一个简单的提醒的，在农水署它还没去改的时候，就是提醒民众不要靠近这样。市府建设局是表示，这条灌溉沟是土沟，排水有冲挂公园边界的问题，已经函请农水署来改善。后续会设置交通水顶警示的标示，提醒佚佗的民众莫外来。另外，附近的民体社区初步评估是无安全的疑虑。记者台中报道。来看总统赖清德今仔接见第47届国际机灵竞赛的代表团。今年咱国选手去法国比赛，摕到2块金牌、3块银牌，佮有10块铜牌，佮有28块优胜奖哦，计共有43块奖牌。第69个国家是排第4名。其中家具木工的蔡文勇，佮有冷冻空调的陈思源是摕到金牌。人才是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台湾的经济奇迹靠的是所有第一线技职人员的打拼，不是靠法律打拼是靠大家的打拼。未来政府会持续扩大投资技职教育。国际技能竞赛是技能比赛的最高殿堂，国手一生只能参赛1次。但是我相信，2024年的第47届国际技能竞赛绝对是最特别、最难忘的一次。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我们真实的感受到，我们就是台湾之光，也是国人的荣耀。政府这届又按算要颁1330万的奖金给国手，赖清德嘛强调讲，政府推动青年100亿海外1万万的基金计划，未来少年人会当更有机会去海外学习，回国嘛带动台湾各行各业的成长。赖总统嘛强调讲，政府的方向是真清楚，会搁互基职教育如发展。再来看台铁公司向日本图书吧买的新的电车158正式上线营运咯。早起伫家人的7度发车，台铁表示讲，这款新车是以水冷式来胜益，动力的比旧款增加1.4到1.8倍，佮增加限速800万的系统。伫 ATP 各种的时候，会当来避免列车超速。高马市国配黑色的线条，新的电力机车158首航，牵引 PP 自强号121列车，由贵人7度站出发，要驶去屏东。代替向日本投资新买的电力机车158，经过试运转了，正式上线。伊的动力是比旧的电力机车增加1.4到1.8倍，启动的速度也变较紧。稳定啊，那个动力也比以前好很多啊，然后噪音的方面比之前的改善很多这样。加速也比以前的 PP 快，因为就目前我看到的试车到现在为，每次只要看到加速，它的加速真的就是比以往的车都还快。伫这么旧的一个伫咧服役的电力机车内面，几公型的机车头平均使用超过40吨 ，PP 自强号机车头也差不多30吨。新买158新电力机车，若到位完成测试了，将会甲旧的拢换掉。以后除了担任 PP 自强号、机工号，抑个观光列车的牵引任务，也希望一当提升准点率。这个马力是我们目前电力机车里面最高的哈，加减速比较快，那我们也能够更让这个车辆的一个可靠性能够提升。台铁公司统计，自今年到今，旧的自强号各种有39遍。机工号旧的电力机车各种有43遍，今年158计划要交车15台了，希望一当达成全年准点率97%。
因若158电力机车摇设限速闭环系统，若是 ATP 故障，会当避免超速，希望会当提升列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有媒体伫网络票选要来了解台湾10大教育问题的调查，其中校园安全佮有霸凌的问题是各高中生上重视的议题哦。大家就较重视未来的出路，咱做伙来了解。教育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尤其这几年校园安全欠老师等等的议题真受关注。有网络媒体针对全台湾18岁以上的网络使用者做民意调查，9月30发表台湾10大教育问题报告，其中民众上要的前2项议题是品格教育、多元发展、甲毕业的未来出路。10大教育问题当中，上少人关心的是特殊教育，也拿这几年政府投入大量资源推动的双语教育，也是民众较无关注的议题，排第9名。多数的民众呢，的确，虽然他们觉得就是在本土语言之外呢，其实应该还是要可以让他们选修英语或者是其他的语言的部分，只要让他们可以在生活普通对话上面日常应用就好了，这个才是重点。那考试英文鉴定考试得高分反而是其次。其中，这份报告嘛指出，校园安全霸凌的议题是民众伫各高中阶段上要义的议题。尤其去年新北校园挂暗棍案事件发生以后，辅导老师量练不足的问题嘛，真受各界关注。新北市府市长是回应讲，未来同意增加学校辅导老师的能力。员额我们会逐年增加，这个一定没有问题，这本来就该做的哈。随着这个时空的变化，还有预算的投入，这个一定要。可是还有一个是，到底我们的培育机构够不够？在咧校园安全的部分，科技的进步嘛带来散播性影响的议题。台北市府市长表示，针对这个问题嘛，已经有开始在找专业厂商来协助，希望预防学生受害。学校因为也都有开放给民众去做运动，所以我们学校里面也现在列为随着提高怎么样做反针孔的侦测这件事情，我们也开始对于一些外部的专业厂商来协助学校。新北的市长拢伫现场说明社会关注的教育议题。新北市府市长是表示，像这款教育问题的大型调查，台湾已经足久捌做过啊。嘛，呼吁中央就要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各国县市民间团体拢会当做伙来讨论。记者卢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桃园伫7月修正自治条例，路边停车超过14天，而且公告10天哦，阁无纳钱，会当来拖掉。也毋过这款状况哦，嘛是阁真普遍，有议员要求讲应该赶紧来执行。停伫路边停车嘅这台车，挡风玻璃顶头夹一沓正高嘅停车单，互人真注意。想要停车的人认为政府无伫咧执法，当然是观感不好啊，一直长期在占用着，当然是不好啊。同即马有41台停真久，而且无纳钱的车，其中一台欠要到6万外块。桃园伫7月修正自治条例，路边停车若超过14天，而且经过公告10天也无纳钱的，就要拖去别位。甚至实施2个月嘅占车费无纳钱的车，也佫伫咧议员要求赶紧协调执行。桃园市政府交通局应该想办法来持续增加桃园市的停车拖吊的服务量能啊。交通局回应，新制度7月实施，不过拖吊业务就要甲警察局交通大队合作，佮加上催纳通知单，甲拖吊移刷公文改版。而即马相关作业已经完成，已经对欠钱占车费的车打公告，若过10天也无刷走，就会拖走，停车格就让互其他的车停。交通局已经派员前往车体张贴一致的通知单，那10日后就可以将车辆移至桃园或中立拖吊保管场。那车主需要缴清停车欠费后才能领车。另外，迄台欠6万外块、车位占正久的车，车主是有几多台车的公司车。虽然即马已经刷到路边的停车格，交通局也已经甲车号甲其他的车号移送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位伫宜兰宜山的大三口林家，有100栋的历史，嘛是历史建筑。也毋过，因为所有权人是真复杂，拢无法度来翻修。文化局以临时的更平来保护。高东话过去咯，最近哦，都有所有权人质疑讲，厝无帮，恐惊更平会成帮。
传统的三合院厝顶破一空，四线也真侪所在破损。这栋伫宜兰盐山乡的大山口林梯已经有100年的历史，是历史建筑。不过所有权人真复杂，一直无法度摕到一定比例的所有权人修复登记。文化局先打铁棚给保护。啊，你用翻到铁啊倒去哦？会啊。安怎讲？地动啊。我迄厝袂倒。林家故厝自清朝武举人林朝英开始发展到今仔日三合院的规模，有一寡林家后代抑阁住伫咧内面。因讲铁棚啊基座无啥稳，惊讲会放弃。尤其最近常常发生地动，唔通厝无倒，铁棚煞先倒来。台风是东北风，它会直直的落下来吗？不会。你那个屋顶是它的搭设的保护屋顶是直立式的，是不是？是。那个对保护这个房屋有帮助吗？这个铁棚起啊是2019年文化局补助起起来，本来是临时性的设施，怎么已经5年啊？文书学者讲，铁棚啊根本就无保护的作用，风雨若磕头也是破入来，厝身也是歹，公部门对修复工作无积极。在前阵子我们有去查勘，现场查勘，那发现就是可能有一些需要再补强的部分，那基本上厂商已经在最近在钢棚架的基座做一些保护的措施。原文化局讲，有去看过钢棚的基座，确实有新鲜甲落差的情形，已经进行修缮作业。当初起这个铁棚啊，有经过文资委员审查，有一定的保护功效，才会搭起来。若旧厝厝身的修复，会继续甲所有权人沟通，经过同意就会开始修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世界展按算10月2日到11月初10要伫台南举行，也毋过主展区的8档的大菜市，因为附近道路的工程，本地是按算8月会当完工，即马传出讲要撑到11月份。市政府是强调讲工程袂去影响到世界展参观的动线甲安全。有100年历史的大菜市，自2001年开始修复了后，新面貌到今也未正式对外公开，现场也阁继续伫咧赶工。不过10月2日到11月初10，台湾世界展要伫台南举办，9月主展区有3个伫大菜市。不过大菜市也阁伫咧施工，一寡工程爱到11月16才会当好势，外界是真烦恼。看起来是这样，那我们当然也是会有一些担心，可是也有看到他们的反馈，就是说也很积极的赶快要去完成这样。那他们预计是说，大概在10月初就可以进行快要完工的阶段。那我们不希望说台湾设计展，在因为这个外扩卖店的一个状况而变成工地展。市政府市场处表示，因为最近热大雨、风、台等天气因素影响到工程进度，会赶伫10月初10进前，甲市场高级本体、建造仓库和完成外观秀面国华街这边等展览空间做好势。积极的赶工我们西门市场的周边街货的改建工程。预计我们将在10月上旬可以陆续的完工，届时将有焕然一新的面貌可以提供给社会大众。也那台湾世界展是由文化局先进行布展，会伫咧活动进前完成铺面整备，而且配合市场处的工程进度，让参观的民众会当有上好、上安全的参观体验。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有一群捌演过戏的人，也毋过因真有兴趣。伫2档前接受抓风车剧团的训练，最近是推出一出阿狗落地扫，用现代歌厅秀的概念哦，佮唱佮跳，佮有新闻事件伫屏东来巡回演出，是真趣味。咱嘛做伙来看卖。讲哦，你顶礼拜不是伫投资群组内底有参加股票抽奖活动吗？演员伫咧表演咱生活当中可能会去拄到的诈骗状况，伫咧盐埔这大庙埕现场超过500个大人囡仔，大家拢看甲真入迷。舞台顶的演员唱歌、跳舞，佮兼演戏，其实因是各行各业拢有社工、护理师，甚至佮有搬家师的工人，甲油漆师傅。经过2档的训练，即马每一个休困日，伫咧屏东各乡镇巡回表演阿狗落地扫，互大睁开的民众会当看到剧团演出。我是卧底警察玻璃，哦，很好看，赞！希望下次还有这个机会。觉得这样的表演就是可以让小孩子多一些互动，这样。
会号做阿狗落地扫，是因为落地扫是早期农村社会农民伫咧树骹或者是庙埕的五路活动，抓风车剧团训练屏东加介意搬戏的民众，甲屏东在地故事写做阿狗落地扫的剧本，和歌舞甲戏剧结合新闻事，用趣味的方式传达一寡生活知识，甲反诈骗的观念。表演艺术这个物件来传递正确的讯息，要互所有的乡亲知影。比如讲诈骗啦、生育补助啦、长照啊等等的这些的物件。阿狗落地扫，92月底按算要巡回表演24场，目前参与的演员有51个人，大部分拢是屏东的乡亲。虽望因平常时拢有家己的舌头爱做，不过休困日因同款用热情、用表演，互乡亲一个充满笑声的暗暝。记者邱昭阳屏东报道。来看丰泰三多里上紧拜三会伫高雄屏东登陆，嘛无排除会增强做强烈风台哦。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今仔东部佮有大台北地区，拢总有9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的特报。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咱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